咩話？2000幾蚊可以買到部 3D printer， 真係可以實現自己玩具自己做？原來呢個同埋呢堆啊！你哋眼前見到呢度所有嘅製成品，都係用 Bamboo Lab Printer 打印出嚟，好吸引啊！上個禮拜帶咗姐姐參加咗 3D Mask 所搞嘅 D Printer 工作坊，部就係最吸引我嘅型號 A1 Combo。除咗操作簡易啱新手之外，最平嘅 A1 型號2000幾蚊就有交易啦，絕對係超值之選啊！除咗入門版 A1 選擇之外，有中階級嘅 P2X 同埋高階版嘅 H2D 同 H2S， 大家可以因應唔同嘅需要而選擇唔同型號嘅 3D Mask Hong Kong Printer。如果你係專業玩家，高級版呢兩個型號一定幫到你。A1 同 P2S 就啱晒新手嘅我哋啦。3D Mask Hong Kong 係 Bamboo Lab 香港首間官方代理，當日解答咗在場人士嘅好多問題，例如話主要用嘅物料 PLA 都係由粟米等植物所製成嘅，環保又無毒，家長們可以放心使用。另外，作為新手嘅大家最擔心一定係唔識用啊！新手唔識點建模，根本完全唔使怕，可以利用 Maker Lab AI 免費軟件幫手輕鬆了解 3D 入門設計，直接上 Maker World 呢度有萬款免費嘅模型任揀，一鍵打印超方便啊！手機裝 Bamboo Handy 可以遠程監控打印嘅進度，直接遠程打印都冇問題啊！而電腦端嘅 Bamboo Studio 可以調整模型得更加精細，新手老手都啱玩。最抵買嘅 A1 系列都能夠自己校準，完全唔使自己手動慢慢調校，自動打印㗎，真係好易用啊！當日仲示範打印咗個模型出嚟，估唔到第一次玩 3D Printing 嘅姐姐都輕易上手啊！最過癮嘅係可以全程睇住個模型打印出嚟，成功感滿到爆燈啊！入門級都有呢個質量，真係超高性價比啊！隻貓仔模型好卡哇伊啊！當日嘅 workshop 真係令我同仔仔大開眼界啊！亦都對 3D Printing 了解更多啊！搞到卡卡都想買翻部放喺屋企玩添。希望訓練到小朋友自主思考同埋動手操作嘅能力，玩 3D Printing 仲好過成日打機啦！有得玩有得學 STEM， 真係好着數啊！機會嚟啦！而家只要上 3D Mask Hong Kong 網站，就會見到 Black Friday 嘅最強優惠啊！竟然有多款熱門國際版嘅機型做緊限時高達8折嘅優惠啊！心動不如行動，快啲 click 入網站睇下啦！